其實我哋話面對小朋友分離焦慮嘅意思咧，即係話小朋友咧對於將來未知而要發生嘅事咧感到擔心，於是咧佢就好想有人陪伴佢啦，就成為到咧不論係去興趣班又好啦，返學又好啦，甚至乎去啲陌生地方都好啦，因為小朋友擔心啦嘛，唔知跟住發生咩事，唔知跟住會見到啲咩人，於是咧佢就好想咧爸爸媽媽陪住佢啦，於是就出現到咧好多時我哋所形容嘅分離焦慮啦。所以咧好多時家長話想幫佢哋喎，咁其實最好啊第一樣咧就係做預防工作啦，即係話咩咧？佢嚟緊去一個陌生嘅地方啊，佢見一個陌生嘅人之前講好咗俾佢知咧，一陣間會做啲咩喎，會幾耐喎，見到啲咩人喎，嗰個係咩人嚟嘅喎？咁其實咧俾小朋友咧有一定嘅認知上嘅印象，知道嚟緊會發生咩事啦。好啦，其次第二樣我哋要做嘅咧就係，如果係面對一個陌生人咧，好多時咧都好需要咧父母同呢個陌生人咧傾陣偈先嘅。父母咧係佢最熟悉嘅，最能夠保護到佢嘅。佢又見到咧呢個唔認識嘅人咧能夠同父母傾偈喎，咁好自然咧小朋友就好微妙嘅印象，就覺得咧呢個唔識嘅人咧其實都係識嘅，不過可能係佢未見過嘅，但係咧佢見到父母咧又熟嘅噃，咁所以佢就會比較安心啲。即係話咧，當佢同父母分開嘅時候咧，佢跟住呢個第一次認識嘅可能老師啊、導師啊，佢都會比較感覺好啲。咁當然第三啦，有陣時分開咧要一啲心理準備噶嘛，帶到一個陌生嘅地方或者見一個陌生人嘅時候分開咧，的確對小朋友構成咧一啲我哋叫不安嘅感覺嘅。咁所以好多時咧都早啲排練定咧一個分開嘅儀式，例如話咧每次分開之前咧就會攬3下，然後分開啦，或者每次分開之前咧就會佢嘅公仔會攞住咗啦，或者甚至乎咧可能咧每次分開嘅時候咧想開心啲喎，可能俾咧少少嘅有營養嘅糖果片佢喎。咁好啦，每一次咧當攬3下，小朋友就知道咧分開啦，準備，或者等糖果片食下喎，佢知道咧嚟緊會分開啦。咁俾啲小朋友咧就比較掌握到咧佢嚟緊同父母分開係做啲乜嘢，於是相對擔心嘅感覺咧就會細落嚟㗎啦。